那么现在完了不要？地肉呢，它是地的嘞。那个就小一还到了海边呢，这这样了吧呀？对吧？用住海了嘞，等他们就在哎，俺小到这边啊，俺姐姐有没得听他们啊？到了还就在这啊，就赶紧给了的啊。是吧？俺前头家晓得俺老俺姐姐的喂，到了是吧？喏，在那个给了呀。就是我要来这俺这里的到那这个了吧？地呢？地的有地呢。这来的少，俺我家这个来久了呀，哎，还有那个面，俺家是本身人家一个小个呀，人家叫俺昨天那么久了呀。是来着，我有病，为什么那么上面出好嘞？我这有啊，吓没有？你们这，我还就是这边多，你们这个，这。太多了，你刚把这地方出个头，我们把这个过了的年了，刚过上，把出啊，这把修啊，刚这个那这我们把这个地儿个海，完全把过来嘞，效果怎么样？进来嘛对吧？海，这来哟，海那个，咱做几十，人定了几十海大了哟，海那个，到了吧呀？不是你怎么见了呀？把你这个空气，哎呦，你二说，好不呀？你二说，我那见过这咋还涨嘛？老家没管涨嘛？自牛白自管涨呀？俺那个别自，我一看妈们自己个还路了呀？这个还我个都别自的一个还，一管着涨，俺这个一个还玩呀？哎，看我们湖就上湖里打湖的中午，也有不打四路上了明白60档，还湖了咋搞？那么有湖就蛮简单，都不成。哦，把你啊，把了热就还没到了呀。干啥了？大家一开湖嘛，因为也还难起来呢，这个。现在低了呀。也还有低，俺这不对了，小呢。在家公司还是真的那个是吗？他们还留这个叶子上，这个后面也看了不是问题。所以这句话看我呀。等起讲啊，你有进来呀？我这看一下，你看。这个，这上面的海南也没去了呀？还有安排些，不了吧？你话那个？你做饭你那？
家没怎么还能做好，有的单嘞，那个没得钱了，那也可以还那个接呀，你啦，基本等于，มันเลยละเยอะ